今日咱们请的讲员吼是大家拢知影吼，我是接了青色团结会，我才知影讲啊，原来咱教会内底拢很多宝，只是都没有挖掘出来哦。这个也是经过那个前会长惠良跟我引介的，我才知道哦，贤次哥哦，开始有他厉害的地方，在中国大陆演讲，这个我拢唔知影，我今日才知影哦，他也是近代文学大师啊，哈，应该这样子来形容，不过分哈。咱今日拍破来欢迎贤次哥来做演讲。你们家这没见到，家政没，是的，来。咱参加来感谢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伫阮早起的时，阮会当来敬拜上帝，伫上帝的圣殿听罗牧师好的教导。主，阮将你的话刻在伫阮的心，阮将圣经诚做阮一生上较要紧的一个保障，伫阮的生命中间会当行出来。虽然说，阮也感谢你，互阮下晡会气色团结即个组织，阮兄弟姊妹三个和谐做伙，会当伫咧遮听到阮秦老师用伊真历史的专长来甲阮分享。求主祝福阮即个时间，阮会当做满足的为秦老师的会议中间，互阮佫无任何即款的新的财物。求主来祝福阮较等即点的时间，由你为头到尾，互阮伫遮享受主你的同在，甲兄弟姊妹做伙会快乐。愿安尼感谢祈祷，靠主的圣名求，阿门。我是先简单介绍，顶边我伫讲的是咱台湾人留学美国的头一个李延禧就是即摆你今仔日讲的即个家族伊来叫伊当我算阿姐，咱今仔讲是要讲这李超人我来讲为什么讲和世纪结婚呢？等于讲伫日本时代，据我知影啦，等于讲是南北两个大家族非常有名的家族的结婚，我们在讲的是世纪大婚。刚刚戴安娜也是世纪，也是英国人的世纪大婚。咱知影讲伫差不多，伫民国11年5月20，我讲个民国大家较有一个观念啦其实，这个杜聪明，伊伫行道地带伊咧写一个医学博士论文，已经写完啊，但是还未通过，伊就先转来台湾，伫台湾医学校做教授啦。迄个算是台湾人头一个会有法度伫台湾医学校医专做教授。伊甲即个林双水结婚啦。我乃无讲迄个故事，来要来讲咱即个故事。11年林双水是雾峰林家，即个名嘛足有名。但是雾峰林家基本上伊毋是基督教的迄个世家，但是林双水本身甲伊的亲情内面即个因拢去日本读书但是伊是基督教，但是规个家族毋是基督教。杜聪明，咱也知影伊是台湾头一个医学博士，所以转来的时阵是轰动全台湾。但是伊本身，咱若咧讲迄个基督教历史，嘛未讲迄个杜聪明。所以我即摆讲是讲，咱日据时代的时阵是基督教的即个世纪大，我是认为讲是因两个较适合就对啦。所以是前面是讲这杜聪明，伊嘛是迄时嘛是真轰动全省。这个结婚，咱即摆讲的这结婚是日子是民国26年。民国26年2月16，伫台北市济南教会结婚。这男主角李超然，女主角是高慈梅。因这个高慈梅本身是去留学日本的迄个音乐家但是譬如讲有这本书所以有介绍高慈梅的这个生平真详细。但是伊的先生李超然去网络上去查台湾到即嘛无一个人写过李超然的即个迄个论文啊啥好，拢毋知影。所以我可能今仔要讲的
可能较偏重这李巧妍，那是男主角的对。啊，这个女主角咱先讲者，这个看遮尔水，也真够拍啦。普通的照片看就无遮尔水，但是这张呢特别水。这张吼，这张是伫民国24年6月份吼，日本东京一个杂志吼，叫做《主妇之友》顶头的封面，所以拍得足水对不对？这是咱的女主角，当时的真有名，伊拄啊伫日本的迄个帝国音乐学校毕业，哦，这是咱的迄个女主角吼。我即摆先介绍这李超然啦。那会讲这是日据时代迄个世界大分就是，因为李超然算阿祖就对啦，啊，因爸爸、阿公、阿祖嘛吼，伊阿祖生于1838年，吼，但是伊是迄个厦门人啊，伊伫厦门真细汉的时阵，伊就伫迄个洋人的迄个伫公司咧服务，所以伊就真早就迄个加入基督教徒。所以伊伫1865年，啊咧厦门来台湾的时阵吼，据即摆的文献会看起来吼，台湾的第一个基督教徒，他本身不是在台湾受洗的，但是是由大陆来台湾变成台湾人的时候的第一个基督教徒。第二年，1866年的8月12日，高雄的旗后吼，这就是这个高慈美的爸爸阿公，或者高长吼，伊是伫台湾吼受洗的，伊受洗一百4个，这边多4个，伊是其中一个，佫上有名的一个，差一年尔，1866年8月12日。伫这个高雄的旗后吼受洗，啊受洗当时吼，台湾迄时没有一个合格的牧师，有传道师，但是受洗的时阵爱牧师，所以牧师特别搁安尼带了厦门，请伊来就宣为林的教师吼来他受洗安，所以一个是台湾头一个基督徒，第二个是。伫台湾本土的头一个受洗的台湾人，所以因的子女结婚，吼，啊，佫两个讲拢是世家，因为当然李春生是曾经伫北台湾上好嘢的人，啊，当然是你若讲板桥人家，咱若过做板桥，但是板桥人家的基本上的这个生意就是拢伫台北，吼，当然板桥人家讲起来是比李春生较迄落较侪钱。啊，但是李存兴曾经嘛是北台的，头一个上好嘢。台北城，咱台北城伫起这台北城的时阵，两个人的功劳，就是李存兴啊甲板桥人家合起来的力量来起这台北迄个台北城吼。啊，即摆讲这个李超然本身吼，伊就是伊的孙啊吼，伊小学吼。是到你日本小学校念书的，因为伊的年纪吼，有这个李超然年纪1910年啦，咱日本时代差不多是，伊差不多7岁爱就会使上小学，所以差不多是1917左右就是吼，伊就伫日本小学读书。啊，迄个时阵，咱的迄个时阵有公学校，啊甲小学校，主要公学校是台湾人读的。小学校，拄啊伊的家庭真好，真有钱，社会地位真悬，佫会晓日文。因为你要甲日本人的小学大人读书，你若无日文真好，真学啦。所以伊就是家庭真好，伊就是小学就伫日本小学读，是倒一个学呢？咱建成小学，建成小学，对，旧的市政府。啊，迄个是日本，迄阵是建成小学，伊头一届毕业，建成小学头一届毕业。高慈梅本身，伊嘛是，因爸爸是算讲因爸是医生嘛，等于日本时代，这个高长的这个家族吼，伊拢总高长拢总是有5个囝，2个牧师，
3个医生，伊讲牧师较无啥物钱，伊就爱饲一寡叫一寡去做医生，医生赚的钱，再过来饲因咧兄弟仔牧师安尼，所以2个牧师，3个医生，高在主是第4个囝，所以伊是做医生的，所以医生伫公山开医院是上大间的一个3层楼啊。以前公山上大间的就是医生馆，差不多来日本时代吼，你去地方看吼，上悬的楼啊住上悬的拢是医生。所以伊小学伊嘛是伫公山，伊嘛是去入迄个日本的小学校，伫迄个小学校。尾啊，伊干脆就去日本直接读书。咱伫我这知影教会咱这内面吼，刘淑珍哈。刘淑珍小时候伊就读小学校，啊，我来问讲，哎，你哪有法度读小学校？伊讲因爸爸伊东京，伊是来讲东京地带的，所以等于讲做建筑师，啊，所以家庭也很富裕，所以刘淑珍小学就是读小学校，啊，去日本读书的就是高慈美，啊，我嘛知影在座迄个甘浩志伊妈妈有伫。林杰啊，有来无？伫楼骹吼，因爸爸吼是小学是太平小学毕业的，迄是公学啊。但是因阿公是算医生，你就他日本时代是医生，上有钱拢差不多医生。因爸爸就把这个刚好是因妈妈，因阿公就对了，啊，送去日本读书，带日本人更加厉害。带日本人转来，伊嘛是拢去读小学校，所以这个李超然本身，伊伫这建成小学毕业以后，因为毕业是差不多民国12年啦，12年毕业时阵，当时拄啊有台湾拄啊有州立校出现啦，民国12年开始有台北二中，一中较早成立啦，台北二中成立。啊，煞落新竹中校啦，啊，台中的迄个台中的二中、台南一中、二中，啊，个高雄拢同时拢成立，民国11年的时阵，但是伊无去读这个无去甲伊考试去考这个二中一中，伊去读淡江中学，原因是啥？因为当时伊是基督教徒，所以大部分的基督教徒拢。敢若讲，先去咱的这个台湾南北2个教会学校，淡水就是淡江中学，台南就是长荣中学，所以这2下，所以伊就去长荣中学读，但是长荣伊就是去淡水中学读，淡水中学是来纪念他，在迄落，但是伊真正去的就是这个道成教会，是整个他就是当时伊就真有钱嘛。所以当时去这道成教去甲真水，啊，当然没有像济南教会那么水啦。你济南教会是日本人、日本政府起的，没有等于讲转向上水的，哦，万金迄是天主教的，哈，光基督教教会大概最漂亮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济南教会，所以结婚就去济南教会，所以结婚这上吼嘛是。迄阵结婚哦，大部分拢伫冈山楼啦。结婚的迄落拢是从杜聪明结婚嘛是伫冈山楼，其中过了100个，应该即马冈山即马拆掉啦，就是第一剧场的对面迄边呀吼，迄个日本时代上有名的即个餐厅就对啦，啊，这就是。因伫济南教会哈，结婚的时阵，哦，团体照，嘿，团体照，当然去嘿，啊，即款这哈，穿的即款迄个当时的这个礼服即款样的哈，啊，这就是头拄的照片。啊，因吼日本时代咧有钱的吼，你看觅，我头仔讲的这1934年的这个音乐会，你看，出去拢乌头车，
这一定我看是可能到再做即款去调来即款乌头车，再专线安尼去安尼去迄落去迄落举办音乐会。啊，看这才有一张哦，这日本时代乌头车，这张真名，还有一张真名的这台，伊就是咧冈山吼，咧冈山做医生嘛，啊，比如咱做医生真好赚，上有钱的，冈山上有钱的，啊，我乌头车，但因要去出去佚佗的时阵，规家伙啊坐一食，你知道，要去佚佗，这翕相这乌头车的日本时代这。还有啥物？那高等学校，那你今嘛国北师还是北师？国本师，国北市啊，就是和平东路这个较歪迄个，较歪迄个啥？基隆路方向。哎，不是基隆方向，较歪迄个学校的一个附属学校啦。啊，这边这是本来是高等校，两个是不同的。啊，尾啊五到尾啊三，两个师范大家都搞不清楚哦。一个国北市，一个市北市，大概是安尼呢，就是这个国北市的。这若有问题，尽量来问清贤寺弟兄哦，机会不多哦。哎，那台湾人大部分拢算有河口区的哈，河口区，这个昌市中学，伊点呀，读2年，所以等于差不多民国读2年以后，然后伊再去德国去留学，哦，等于讲。淡江读2年，昌市搁读2年，然后再去德国留学。伊德国读的时是读迄个化学工程，伊伫即个1930年，民国19年哈，伫1931年啦。民国20年哈，得这个化工博士，因为大部分伫这个国外读书的吼，拢读医科较济啦。即使去美国也好，去美国两个读医科或者读神学，读化学也有，但是读化工，哦，读化工的，我摕到博士伊头一个。伊头一个，等于讲，这1931年伊就摕到化工博士。啊，伊普通的资料写讲，伊是伫柏林工业大学，有个人写讲柏林大学，其实毋是，是柏林工业大学。但是伊咧读书的时候，教授也指导教授是犹太人。啊，迄个时阵希特勒开始伫还未完全执政，但是风气，伊就是希特勒是反犹太，才几个才有名起来。所以伊咧教授尾啊。就在柏林待不下，尾啊再去维也纳，最后，伊在摕博士的时，最后伊是去到比利时，所以这个李超然的这个博士学位是比利时工艺大学摕到的证书就对了。我去看有摕出来我看，会够出名。我即马连这资料顶头无啦，我若抄起来。等来看，哎，是伫比利时，安尼，因为教授尾啊，搁去移教去比利时，所以发的证书按比利时摕出来。这个伊讲摕的化工博士是1931年吼。伫台南，我若将来有机会吼，可能若后边若有要讲吼，若有要请我讲，我就讲要讲台南一个刘瑞山家族吼。伊咧日本时代，因家这个家族6、7个去美国读书，博士骨落的。全台湾无人讲有去美国投资摕博士的，比因更较侪人。啊，伊的家族啊吼，尾啊，事后嘛是写一本书吼。后代写一本书讲吼，永远的刘瑞山，刘瑞山吼是台南的是
足好个，还是基督教的家庭。伊所有的伊的囝，第一个字吼，伊的字第一个字拢是子，吼，拢是主啦。主什么主什么，这主就是姓主的主对吼。啊尾啊再改做孩子的字，因大人话吼，主啊甲这子吼是音共款。伊这内面写吼，当双胞案。伊咧讲吼，因内面有一个刘清河吼，是伫德国去留学吼，获得化学工程博士，甲即个李超人完全同款的化学工程，为台湾获得博士学位的台湾人的第一个。当然是他可能无看到即个李乔岩的这种资料，所以有当咱讲台湾第一，台湾第一吼，爱经得起考验。其实这是第二个，共款留下德国的，共款读化学工程的第二个。但是咱讲化学工程，毋是讲哪有可能遐尼晚早读化学工程？我是讲大学，佫摕到博士的第一个、第二个。当然，你若是讲咱日本时代，台湾嘛是工业学校的，即马以前的工专或者工业学校，因内面嘛有即款科嘛，对。但是这是迄个等于讲初级的职业学校。去东京有一间真有名的工业学校，叫做东京高工学校，然后伊嘛有读化学工程的，但是那个只是差不多专科学校而已。我即么讲是讲，读大学，佮然后佮博士摕到博士的学位，佮摕到化学工程，李乔岩是头一个。所以伊伫1931年转来的时阵吼，风嘛真风光。甲杜聪明共款，杜聪明头一个，这台湾人摕博士的，伊是去德国摕到化工博士的台湾人头一个，所以这年伊就甲高志梅订婚，这年就订婚，转来订婚。当然是高志梅迄个时阵，还佫年纪很小，还佫伫日本去读音乐学校，当个暑假。伊日本时代是分成3个学制，7月初一开始就是。等于暑期啦，等于第二学期就对，所以转来，所以因就订婚，一直到2年以后才结婚，安尼。所以这么讲是讲，这个李春生的家族内面，来到这个头一个这李延禧有讲过啊，什么李超人这个，伊这边内面大部分做生意的，所以来到这李超人之后吼。都无讲有足有名的迄个台湾人，因为拢大部分做生意，做生意可能就较无去外国去读书的少，真少咧。这个伊这边就是一直努力做医生，这边几乎我无看到讲李春生这边的，遮济人伊嘛生真济个就对吼，伊的孙啊干那孙啥，这边干那无半个医生，所以拢是做生意的。做生意人咱就较唔知伊咯然后虽然是讲这个李延禧甲李景盛这是伊算因爸爸，这是伊第二个囝，捌创设台湾人开的银行，叫做新高银行，比迄个板桥林家的迄个华南银行早一年，是台湾人开的唯一的。这个银行开银行，所以表示讲，迄个时阵，这个李春生的家族是足风光的。尤其伊按美国读转来时，你看嘛，差不多是民国差不多4年的时阵1915年4年转来的时阵，伊是美国留学第一人，差不多摕到无读硕士转来。第二个风光的就是头拄仔讲的这个杜聪明，第三个就是这个李超然，这拢是足风动的就对。伫日本的迄个时阵，咱想奇怪，哪会日本时代咱台湾人摕到医学博士的上少嘛50-60个，全部拢是医学博士的，因为日本的政府伊敢若这个医学的博士有要互外国人。杜聪明是100年来头一个去摕到这个杜聪明。去摕到医学博士的，以前嘛无要互外国人讲医学博士的，杜聪明头一个，既然伊是民国
1922年，民国11年摕到。既然讲行道地带有发这医疗博士，互即个台湾人，所以打破这个例以后，东京地带啦、东北地带啦、对啊地带，也是包括京都地带，拢开始有互台湾人的这个医疗博士。啊，台湾人上优秀的拢读医学的，所以大部分拢去，然后去摕到拢摕医疗博士。日本人除了医学以外，其他各科的伊的博士拢买互外国人。有一个例就是历史博士文科的颁互一个大陆的迄个学者，因为学者迄个写的伊去东京地带读书真久，写一本书足好的，所以日本人破例。是差不多1920年代，互迄个中国人一个历史学博士，以后嘛无无啊，甲即个迄个二战终止，拢毋捌互人迄种任何医科以外的博士。所以你若要摕医科以外的博士，你去日本是无希望。我一个朋友讲我10几岁，伊10几年前伊去日本读书去考到立命馆大学。立命馆大学差不多算讲9岁的学校，伊考入去，考到要去读博士嘛，硕士完要读博士，考入去以后要来去研究说啊，这立命馆大学100年来毋捌去互外国人任何一个人博士啦，讲我惨啊，考掉啊若这个人若无破，伊这博士永远摕袂着，考掉搁读书落去啊，还好伊毕业以后，他拿到的文科博士。嘛是台湾人头一个伫立命馆啦，是整个这个立命馆大学100年来第一次颁授文科博士给外国人，所以日本的时代是这款样。所以普通你来讲啊，除了医科以外，大部分若讲要搁深造，大部分都去美国、去德国啊，其他有去法国的安尼，类似安尼。啊嘛，当然是尾啊。嘛，少数的去英国，这是伫日本时代，这个咱也是受教育的情形。头拄毋知讲啊，这个台南这个讲伊讲伊是第一个，其实这是第2个，这名叫做老清河啦。伊这家族啊全部信仰迄个基督教，叫做老水山啦。我这是你讲这个。咱日本时代即若讲将来有机会，伊内面出足侪博士，拢大部分去读美国的，但是这老清华去德国读书，佮读化学工程的，所以变成咧日本时代甲2位即个化学工程的博士，拢是去德国留学，因为化学工程是德国比美国国较用就对啦。医学嘛是德国比美国较好。这李超然等于讲，伊就去大陆读2年，再去德国读书，转来以后，伊就去一个总督府有一个中央研究所，毋是咱个中央研究院，有个中央研究所。这个所长，这毋是所长啊，伊无讲所长，刚差不多主任级的这个是杜聪明咧负责。杜聪明当时伊伫这中央研究所下骹有出一个。有一个附属机构叫台湾更生院，这台湾更生院是即卖应该是伫凉州街迄边的第一银行的宿舍的啥变成本来是要做古迹啦，第一银行听讲要做古迹，紧来卡掉，后尾变做要起大楼啥安尼伊踮咧遐，这个李超然就是转来以后，就是去这个总督府的中央研究所做专员。甲杜聪明去做研究，就是因为研究讲，这鸦片咱台湾人迄个允许有些人已经你若食鸦片，佫继续食，有公开去贩售鸦片的政策是怎么样？因两个是咧做这个研究，然后一直到公务以后，单期是算台湾头一个迄个政府省政府主席就对，省长就对啦。但是伊单期伊那无爱讲，我用台湾省政府啊，拢台湾福建省啊，拢写省政府还是主席啊，那伊干那无爱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长，台湾行政的长官公署，伊是单于安尼，这等于省主席。因单于本身，伊是军人出身的，留学日本，伊甲鲁迅嘛同时甲真好。但伊中间有差不多几年的中间，伫差不多1930年代的时阵吼，国民政府派去德国考察这个个兵工的兵工的啥情形的对。伊伫德国时去认识于大为，伊发现讲于大为踮咧遐采购一寡军事用品啥拢无贪污，而且拢伊的费用拢比别人部拢极俗。于大为踮咧遐，所以于大为伊才引进于大为，才叫伊登去大陆安尼。所以当伊才对留学德国的人特别有好感，因为伊讲国外除了日本留学以外，伊捌去德国去。所以认识这款李超然刚好是这个去德国留学，所以伫光复的初期伊这个李超然本身有做甲这个等于讲，伫迄个做，你较大字才看有。台湾区肥皂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伊本身是读化工的伊本身是上早时是经济部台湾区的接收管理委员会委员。台湾人有法度讲要接收日本政府的这款财产这伊是接收这个经济部的这款这就表示讲陈仪有去重用伊当然伫陈仪去大陆以后，佮掠倒转来台湾庆山以后，当然就关系就减少了。伊本身因为是基督教徒，伊本身嘛伫迄个光复初期捌做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理事这个中华民国的红十字会台湾分会理事，这拢是真伫社会上地位真悬的。佮做甲这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伊叫做工业总会的名誉理事，佮2个迄个工会，一个是肥皂工业，佮一个是迄个漆料产的涂料这个工会理事长，所以等于讲，伫这个算讲伫留学国外的学人转来，伫光复初期，佮很受重用，伫这个商业界非常活跃的一个这个。李超然，尾当然是这个离开以后，伊大文做啥呢？伊伫这个高词的这个文章这内面小可有提到的对伊中间佮做者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师范学院的即卖和平东路这个师范大学，但是和平东路讲的就有2个啦，伊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一个是另外是变北市，伊这是国立的师范大学，伊嘛踮遐做教授。这个高慈梅伊的太太比伊较早就伫省立师范学院做音乐系的老师了，所以。这个高慈梅我小可再讲者，等于讲当时翁仔某2个拢伫这个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迄是当时的苗的省立师范学院，尾仔的升格，或者师范大学并国立师范大学。这个省立师范学院这个校址本身就是日本时代的高等下学的校址，因为日本制度有高等下学。所谓高等下学，就是讲，咱台湾敢一所高等下学，等于讲伊日本的制度是，小学爱读2年啊。
中学5年，然后高等学校，对，即马讲的这个很特殊的这个高等学校哈，即马无这个制度啊，这是按模仿德国来高等学校哈，读3年，啊，到大学读3年，啊，这个高等学校伫日本哈，另外嘛有一个专门学校，每个大学有讲外专门学校哈，嘛是3年。等于讲这3年等于讲，那咱台湾讲是讲专科尔啦，吼，等于咱若讲中学毕业的吼，过去读，但是伊是中学毕业就读的，中学毕业，伊5年，6年5年11年，搁后壁6年17年，比咱台湾的迄落大学，也是比大陆大学拢加1年。所以日本时代，因来讲大学毕业，虽然你看伊大学刚刚读3年尔，伊加1年。啊，这个高等学校就是讲，尾也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若没有中学毕业生，你都无人去考高等学校。所以伊等于讲，伊中学成立的时候，同时再个成立这个高等学校。台湾敢一所这个高等学校，等于讲你若讲会使讲联考啦，全省的中学毕业生。拢要来考，全省要来考，咱每年要考高等学校，可能才差不多30-40个，啊内面啊，还有一寡日本人，所以能够考取高等学校是重难的。啊，我即马是讲，这个日本时代，咱伊这个高等学校伫公布以后就废止去，啊早也校职，早互这个台湾师范学院去等待，啊这高等学校台湾敢若一个。所以，伊等于讲高等学校毕业生那么优秀，伊的毕业生比日本的大学啊、台湾大学需要的大学生大学生需要更多啦。高等学校毕业学生无够用嘛，所以伊会使讲哦，找到其他日本大学，迄落去读到高中咧，嘛大家迄个高中读专科，要再去考地大会使。所以，只要你若是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伊除了东京地大甲京都地大2个学校，因这2个学校是所有全日本的，拢想要去读这2个学校，可能你就爱考试。啊，若毋是这2个学校，只要你若台北的高等学校毕业学生，你会使指定讲，哦，我要去东北地大，哦，我要去北海道地大。哦，我要去九州地大，任何地科大，除了东京甲京都袂使啊，拢会使自就去再去，因的程度足悬的，这高等学校，啊，当然是，尾啊这制度废除之后，就是即摆师范学校，我是讲这个光复初期，因翁仔某2个拢是在这个高等学校啊做老师的对，啊，然后之后哈，这个。李超然吼，捌做过伊即马，伫1954年就是民国43年，啊，讲好我无偌久嘛，讲好啊无偌久，伊的创设的西区扶轮社，我叫转到扶轮社去，这些拢是社会团体哈，啊，然后伊捌做到国际扶轮社总监啦，台湾的扶轮社，等于毕业拢走向这款子，啊，当然是伊有开一间。他自己的企业，公司以后他自己叫做台湾化学公司，伊是做当属长。台湾化学，因为伊的专长是台湾化学，所以讲伊曾经因出产的这个啥，伊这生产这个啥，伊这台湾化学工业吼，捌出产讲我可能还佫较唔知影。大家唔知影，伊讲我当时这个肥皂甲油基厂讲有这种3环牌。甲百合牌肥皂，捌听过？3环，啊，甲这百合牌肥皂，我可能是较年轻的时，讲好以后，这上早期的这个吼，哦，做这个两种，这就是这李超然安尼，哦，伊家己真正的是台湾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伊做当属长，一直做吼，当然，啊，然后以后再做这个社会服务的对哈，我这边讲李超然。当然，是这个我这个画条字哈，
伊伫1992年10月10号过身嘛，吼。啊，即摆在讲起，头拄一直讲即个，即摆在讲高慈美啊。高慈美因就因爸爸，吼，算讲这高长的第四个，就是头一个哦，这高金生是领养的，但是领养，但是他还是承认他做长男，所以户口簿一定要长男还是高金生，所以就刷在伊亲师就拢总吼。拢总5个查甫的，3个查某的，吼。即内面5个查甫内面，3个是医生，2个是牧师；3个查某内面竞赛，1个牧师，2个医生，全部拢是医生甲牧师。当然，伫迄个时阵，一般的台湾人是牧师是只有基督教教徒才会去想要去做牧师啦。一般日本时代受教育的时阵，医生是第一个选择，上好去考医生。大部分尾啊，若讲有的去做师范生，所以这2项是比较多的台湾人去读书的，就是医生或者医学校啊，然后这个再去师范学校。除了以外，若要搁读其他的科目，大部分拢去日本啊，或者去中国大陆，少数去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比例啦。比例大概你整个日本时代，讲去中国大陆差不多8万人，但是去日本，因为你去了日本统治嘛，你语言也通，教育也上面方便上，是过了万人啦，所以这留学情共款。啊，伊当然是伊这个高慈美本身，就伫冈山的小学校读啊未毕业，就送去这个日本的下关，走到伫下关呀小学校。读完以后，再过去东京帝国音乐学校。伊这名的帝国其实是一个地名啦。啊，真笑嘅就是讲吼，咱台湾嘛捌一个家庭吼，伊的子弟讲，这个名足好听，其实是树立的啦。帝国是一个地名啦。好的帝国，啊后边在有音乐学校、有美术学校，还有一个宜兰人，就讲去帝国。迄个音乐学校去读书，音方真赞。帝国大学，这帝国大学，我这个帝国音乐就是可能是日本上好的迄个音乐校。其实日本上好的音乐甲美术，拢是伫咧上野公园里面，一个叫东京音乐学校，一个叫东京美术学校，这是日本上好的。啊，若私立的就是真侪学校，美术学校有音乐校，啊，伊是去读帝国。音乐学校，差不多伫1934年、23年的时候，台湾有赈灾啦，啊赈灾即马就要捐款要创啥，就举办音乐会，杨调家特别聘请一寡伫日本读书的甲台湾本土的即个音乐家，啊包括日本学生，内面有一个姓盛的，盛竹如那个盛吼，我来查起来是日本的学生，台南迄个。台南一中的学生，啊，看起来是甲中国名同款，所以真多人讲伊也是台湾的音乐家，其实伊是日本的，伫台湾的台南一中读书的音乐家，伫1934年、23年就做这音乐迄个会，踮咧食按大白一直去演讲去甲转线去巡回来募捐，第2年同款搁办一遍，所以办2遍就足。规模盛大的音乐会，高慈美拢有参加，因为高慈美当时就是等于讲伊的技术等于小学的开始练啦，可能是幼稚园的开始练钢琴啦，所以去到也等于讲技术很好啊。然后头拄我们在讲，就做这个日本的这个唔知讲叫有名的，不能再用台湾人，那个多刚好。帝国音乐学校毕业的，因为毕业是几年了。伊这个高慈美是这个1935年3月毕业的。啊，这个照片的1935等于讲毕业那个时候无偌久，伊就去这个富人之家就他用这做封面，要一直保留起来。就是表示讲，他在日本也非常
有名气啊。然后李超然摕到第一个化工博士登来台湾，那一年马上该订婚。哦，这订婚是关键是啥呢？唔知是杜聪明看的有可能，因为伊登来以后马上伫这个总督府的中央研究所做专员，啊，杜聪明是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哦，所以讲有啊，因结婚的时阵嘛是杜聪明做介绍人。杜聪明吼，伫日本时代就爱做这婚礼的介绍人。啊，伊讲伊这杜聪明哦，什么代志拢写，伊把他的伊所介绍120几个吼，这介绍人大家拢写，几年几个，什么人甲什么人结婚，啊，介绍人为人袂记都去找迄个杜聪明的这个资料。伊的介绍人，所以我咧想应该是可能杜聪明真的是介绍人介绍安尼，啊，迄个杜聪明甲因这边有关系就对啦哈安尼，啊，所以这高慈美就是一直拢用音乐啊，然后伫公务以后也是拢伫主办很多音乐会的时候，伊拢会参加啊，然后当然是这个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做音乐系的教授啊，这台湾人算啊头一个安尼。啊，做教授做真久，嘛去政工干校，因为政工干校嘛都要成立，政工干校嘛需要音乐系，找不到音乐，伊嘛是拜托伊去教安，所以他晚年就是一直跟音乐有关的，教差不多20几年在退休的呢。啊，所以我今摆讲就是讲，这个当时这样的，尤其日本时代甲这种未比的，能够讲国外摕到博士，而且佫是。第一个这种特殊的博士登来或做那种丁，所以真轰动。啊，这些情况下，啊，我唔单止讲他们的结婚，大概日本时代那个时候了哈。基督教那是以基督教为例了，哦，你用其他的，可能板桥林家一个林雄祥，去甲大陆，伊拢大部分在福州长大，伊去娶中国首富。盛宣怀的，刚刚是孙啊，安尼，台湾的首富去娶这个盛宣怀的首富，哦，安尼这个，啊这盛宣怀的，是中国首富，安尼所以这关关系更加轰动，啊，但是伊这是伫大陆，但是他不算是基督教，我这么讲是主要是讲以基督教为例的话，大概这个是世纪之婚，我是安尼用安尼来。作为了，当然是不一定很成熟，但是我是了解是安尼。好像所以讲像这款情形在台湾，啊，我讲了这个盛宣怀，咱咧讲钓鱼台事件，啊，就讲哦，我突然间点点讲哦，慈禧太后做寿的时阵，盛宣怀捐50万，迄落门师生啊，这咱板桥人家捐50万的迄个银两，迄50万银两是不得了呢。像阮爸爸伫日本时代做老师，做老师的时阵，差不多是日元是差不多150块。迄若50唔知要哪算啦，迄嘛几十亿、几百亿去啊！算迄个慈禧太后讲吼，给他一个讲啊，我钓鱼台给你啦，哦，一个迄落，咱就想，哦，这钓鱼台是咱台湾的啊，结果尾啊，甲查到尾啊是，这钓鱼台北京嘛一个钓鱼台。北京有一个钓鱼台，迄个一个公园无，啊内面就一个迄个宾馆，啊，就等于讲着中国中央级的领导人，才有法度带进去这钓鱼台宾馆这个所在，原来是迄地互伊，毋是这个钓鱼台啊。啊，这是我咧讲着讲这个，头先讲林雄珍这个啊，这款这，啊这大概时间咧差不多久啊？啊，差不多啊哈。啊，我是讲。互留一寡互大家有啥物问题，小问看卖，看有讲基督教徒这个伫台湾的这基督教徒对于教育真重视就对了，因为为什么真重视？因为大部分咱台湾呢，当然知道跟这个外国的迄个传教士关系很密切，啊，外国传教士本身。因的教育上，伊就比台湾加真早就发达，所以他伊当然想讲啊，这款这样比较优秀的这传教师，伊嘛介绍讲啊，我你去倒来过去上一级的学校过去读，
拢会安尼这款情况下，所以讲，最早期的台湾留学生很多是这个教会的子弟，原因是安尼。像李存兴，1896年，咱1895年台湾才叫割让去尔，伊伫1896年都把伊4个迄个孙啊送去日本读书。啊，这个中间，因为李存兴是教会啦，所以也是有这个迄个日本的迄个传教师，有要登去日本啊，想讲啊，来介绍讲啊，恁都爱去。好，咱台湾第一个留学日本的嘛是教会子弟周在世，伊比这个李存兴因这4个囡仔孙啊吼早到1个月，嘛是日本的这个牧师要登去日本，就把2个台湾人的台南的迄个教会的迄个子弟，带去日本，因为要带去日本呀，伊拢去日本读小学尔，一定是真细汉嘛。啊，然后读小学，你知影啦，7岁了才有开始读小学。那么小，家庭环境拢足歹，那有可能讲去日本留学？啊嘛，连这个费用嘛交袂出来，所以就传教士就带因去日本去读书。内面有一个周在世，不是周在世的哥哥哈，本身踮咧日本一直读，啊，再搁倒转来台湾，啊，伊再搁带伊的弟弟就周在世。去甲日本读书，迄嘛真早就对吼。尾啊人伊嘛做甲日本的一个女子中学的校长，嘛去美国留学的。所以早期哦，格马些牧师啦，像即款这拢去美国去留学。就讲早期这个基督教的子弟去受到这种国外留学的比例上，甲台湾人整个比例上占真大的成分，就是拢受到这个传教士的关系啊。那一般的台湾人是找医生、师范生，所以呢，就去日本去读书啊。踮日本从小学像雾峰林家整个像林潘龙啦、林夏哈，迄个林献堂的迄个子女，差不多9岁多，武峰公校还未毕业，全部都上去日本去读书。哦，像他都在杜聪明的太太林双水，啊，林双水伊嘛是。很年轻的时候是，伊毋是林天龙这边，是伊的叔父这边吼，就上去日本读书，所以点都去日本读书，再去变成基督教徒。好，安尼，下面高天成，我头先讲的这个几个，刚刚讲迄个，像高天成，大家知影，台大医院的以前的迄个院长，伊就是高金生的大囝，所以伫这个高俊明牧师。嘛是这个高长，迄个第3辈就对了。所以这个高长这家族是非常多的杰出人才，也杰出人才，我觉得是比这个李春生这边较济。因为李春生可惜就是讲，当甲因这个新高银行这么大的庞大的事业垮下去之后，它变成后继无力，所以其他的子弟拢比较。刚才讲较无杰出人才，当然是李超人那个时候他还是有能力去留学。台湾人当时若讲要去德国去留学的一定厝非常有钱的，无绝对不可能。敢若讲好就好啦，讲好的时阵，咱敢若要去美国留学，敢若机票500块，500块美金，毋是台币哦。一般台湾人你根本就付袂起，莫阁讲啥物讲要阁还袂摕着讲话去。日本时代更较难，所以当时若讲有去的，像讲他拄仔你介绍讲，台南流水山的囝，有法度遮济人去美国读，拢摕着博士，安尼，迄是因太有钱的，才有法办法支持安尼。啊，像林盼龙，算雾峰林家，因为是我伫明台上班伊是林盼龙是阮明台第1任董事长所以我甲伊都较有记接着，我嘛有看到伊的一寡书伊嘛是。等于讲，伊坚持要去，伊东京帝大毕业日本时代东京帝大就足有名的，但是伊坚持讲，我要过去世界读有名的大学，所以伊过去牛津大学，英国上有名的，伊去读4年，伊搁从头1年搁读到4年，读出来以后，
尾啊，搁去巴黎大学读，搁去德国啊读，等于讲全世界四个上有名的大学，伊拢有去读着。但是伊讲，无要紧，你后边我若花了这么多钱，你对其他2个弟弟较不公平。讲无要紧，后边若分财产哦，你来扣掉，所有学费拢算我的嘛。啊，你先花用，你先花用，后边若要分财产，你把它扣掉。就表示讲，动用到安尼的情况下，早我都去国外去留学。像这个，我头先讲这个板桥林家是嘛唯一的一个安尼讲有去英国留学。啊，像迄咱的5大家族，像板桥的林家，基本上，伊拢大部分拢是去大陆去发展较济。像那鼓浪屿鼓浪屿迄个一个什么塑胶花园下吼，迄是台湾人的吼，迄足大片，当然即马可能早就去哦。总共可能达没收去就对啦。伊即马要讨，可能也讨袂转啊。那迄个讨等于鼓浪屿本身差不多1/10的土地，拢台湾人的。哦，迄是板桥林家才有这款财力。啊，其他就讲这种家族性，他对教育的看法，像板桥林家真注意哦。林献堂这边的，吼。或者，敢若留日派，伊的子弟拢送去日本去读书。林佑春，伊是读迄个汉罗啊出身的吼，伊的子弟拢送去大陆出身的，所以变成即使林家内面有一个祖国派的，一个日本派的，哦，讲也是安尼这款情况下，这也真趣味一个现象。我著讲到即马，看大家有啥物问题。